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謎團3，我係 Penny。我係阿比。喂，Penny，你知唔知最近 Donald Trump 話要公開外星人資料喎？係啊，好多人對佢講嘅嘢都有好大嘅反應，因為實在太多人對呢件事係非常之好奇嘅。咁我睇到有個記者喺空軍1號上面問 Donald Trump 話奧巴馬將外星人資料外泄咗出嚟，你估阿 Trump 點答啊啦？以佢嘅性格，通常都係會話 fake news 㗎啦。應該唔多啦。佢話佢其實唔應該咁做，但既然佢做咗，咁我就不如分批放出嚟，等啲市民慢慢了解翻啦。佢係咁講咯。咁即係變相承認咗有嘢睇。佢仲話因為公眾利益 public interest 好大。你話如果冇料到，點會講到公眾利益咁大件事呢？講真啦，美國同外星人有接觸都唔係第一日嘅事嚟㗎啦。但我成日覺得唔會淨係得美國有咯。點解咁講？咁蘇聯、中國甚至乎其他國家，我估都有嘅，只係冇講出嚟啫。你諗下，咁大個地球，咁多冇人嘅地方，點會得美國中獎啊？你咁講又有你嘅道理喎。咁不如第日有機會再同你講其他外星人接觸嘅事件啦。今日我哋繼續講翻呢個最經典、最轟動、最多人討論嘅羅斯威爾訪談事件。唉，終於嚟到呢個重頭戲啦。Let's go, baby. Go right in, and he did check, and there was nothing. Well, that's what we're instructed to say. 上次講到艾羅準備講嘢之後，佢成個訪問都係由佢話事，麥太負責聽同埋記低嘅啫。咁即係外星人主導訪問咁型？冇錯。大家要留意艾羅所講嘅嘢，對於地球、宇宙、鬼神、靈魂嘅認知係有顛覆性嘅重新定義嘅。你講到咁誇嘅？喂，唔係誇張啊！我個人覺得呢個訪談嘅真實性咧真係好勁。睇咗呢個訪談記錄好多次，到而家都諗唔到有啲乜嘢可以駁到嘅任何一個點。每個細節都係環環相扣，好似一幅砌好咗嘅拼圖咁樣。咁我真係要留心啲聽喎。仲有一點我想講嘅，艾羅其實係佢嘅軍官名。艾羅，喂，你覺唔覺得同我哋中國神話嘅女媧個發音好似呢？你唔講我又唔覺，不過你一講我又覺得好似係咁樣。咁會唔會其實係同一個人呢？因為艾羅有講過佢係造物主。地球可能都係由佢整出嚟嘅噃。女媧煉石補青天，簡單嚟講就係將地球嘅損壞、損傷補好。咁如果艾羅真係女媧嘅話，咁成個中國神話就解讀就完全唔同晒啦噃。即係話神話入邊嗰啲神，可能全部都係外星人。好頭痛啊！好啦，我哋唔好再賣關子啦，深呼吸。我哋一齊進入呢個震撼嘅訪談世界吧啦！我成為呢個空間區域同領地嘅遠征軍嘅一個成員，已經有幾千年嘅時間。不過由公元前5965年開始，我就冇同任何地球人有私下嘅親密接觸。喂，等等先，公元前5965年，即係差唔多8000年前喎。係啊，冇錯啊。佢話佢首要嘅職責唔係同地球人打交道，佢係一個軍官、飛行員同埋工程師嚟嘅。哇，即係外星人一個人3份工？係啊，差唔多啊。佢仲話佢識晒同領地管理範圍內嘅347種語言。哇，347種！但係一樣嘢咧就係咁，佢一路咧都未接觸過英文。上一次佢精通地球嘅語言咧就係梵文嚟嘅。梵文？咁係咪即係印度嗰啲吠陀經啊？係，佢話佢嗰陣時俾人派去喜馬拉雅山脈
嘅統領地基地裏面調查一單離奇嘅事件。咩事件啊？成個基地嘅軍官、飛行員、通訊員同埋管理人員全部消失晒，哇！全部一個不留？係一個不留，個基地就咁俾人摧毀咗啦。哇！咁大壇嘢邊個做㗎？艾羅話佢帶領嘅團隊後發現呢，係有啲舊帝國嘅船隻同埋設施一直隱藏住喺呢個太陽系入邊。咁即係有另一班外星人匿埋喺我哋身邊，而且仲係好巧妙咁樣隱蔽，佢哋係一直都冇留意到，亦都冇察覺得到。咁呢個設定係咪即係令你諗起星球大戰、舊共和國、帝國？你成日講星球大戰嘅，因為真係好似啊嘛，可能佐治盧卡斯真係用呢個做藍本喎。跟住艾羅講到一個好核心嘅概念，現在成為者。咩嚟㗎？聽落好哲學喎。原來佢話所有有意識嘅生物呢，都係不死嘅精神生命，當中包括咗人類。咁即是話個靈魂係唔會自己消滅嘅。咁呢個唔係新概念嚟嘅喎。但係佢嘅解釋係唔同，佢話一個不死嘅生命呢，原本係天生係生活在永恆嘅狀態，現在而令佢唯一嘅存在嘅理由呢，就係佢決定去嘅成為啦。咁即係我自己揀咗做人？係你揀咗，我揀咗，所有人都係自己揀咗成為自己而家嘅自己。咁我揀嚟咁辛苦，可能係為咗體驗啲嘢啦。艾羅話無論地球人嘅地位有幾低，每一個人都係一個現在成為者。佢用英文講就係叫 ISBE。咁即係清道夫同總統本質上都係一樣嘅。完全係正確嘅。呢段說話我每次聽到都起雞皮。跟住嚟到麥太嘅自述，呢段好震撼。你準備好未啊？準備好。麥太本來係一個虔誠嘅天主教徒，佢覺得只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同埋聖母瑪利亞先至係不死嘅。正常啊，教會都係咁教㗎。但係艾羅同佢講，佢自己係一個不死嘅精神生命。麥太好混亂，梗係亂啦！你突然之間同佢講，推翻晒成個信仰。於是咧，艾羅就同佢講咗一句說話，上嚟身體上面。咁咪即是上身？麥太話佢突然間發覺自己喺天花板上邊。哇，唔係嘛？佢望到自己喺下面嘅身體坐喺張椅度，隔籬係艾羅嘅身體，天花板嘅燈、牆上面嘅時鐘，全部都望得一清二楚。咁呢個係靈魂出竅喎。係，而且佢話佢一刻終於佢明白一件事，我並不是一個實體。咁如果係我會叫咯。咁佢又冇叫，佢話佢感覺咧就好似你一直以嚟都係咁樣，只係唔記得咗啫。咁我哋每個人都可以靈魂出竅？艾羅話係，只係你唔記得咗點樣做。咁我今晚試下先，但係又怕真係做得到，咁點算呢？一陣入唔翻入去自己嘅身體度，咁你就要諗啦。講翻啲實際啲嘅嘢，艾羅點解會嚟地球呢？好，翻去科學層面，我個頭冇咁痛啦。原來佢哋嚟嘅原因係因為有新墨西哥州嘅核武器爆炸實驗。原子彈嗰啲啊？係啊，佢嘅上級要佢嚟大氣層收集數據，測定輻射同埋危險範圍。外星人都關心輻射嘅咩？可能外星人都驚輻射呢，但係重點係喺佢執行任務嘅期間，飛船被一道閃電擊中咗。外星船嗰啲飛船俾雷劈啊！呢個真係第一次聽喎。你笑還笑啊！艾羅話俾你聽，佢哋用替身身體嚟操控飛船。咩叫替身身體啊？就好似你戴嘅面具、着戲服咁，
個身體係一個工具，真正嘅佢唔係喺身體嘅入邊。即係好似阿凡達咁。類似咧，佢話喺太空執行任務嗰陣咧，所有嘅軍官咧都會寄居喺呢啲替身入邊，唔使做嘢嘅時候咧，佢就可以離開呢個身體。咁即係飛碟入邊嗰啲外星人屍體，其實只係一件衫。Exactly，就咁解釋到點解解剖外星人嘅時候咧，就發現佢哋係冇消化系統，因為佢哋根本就唔係一個生物，而係工具。我哋好似人類咁有靈魂，跟住有肉體，咁個肉體同個靈魂，咁咪好似佢哋件衫同埋啲外星人咁咯。其實理論上係一樣嘅，但係只係人哋係可以隨便走、隨便入，我哋係唔係隨便走、隨便入。咁但係如果你識得學懂點樣去靈魂出竅，咁你咪可以隨便入、隨便出咯。都係嗰句理論上係咁嘅，但係人哋嗰啲 order 你咪錯晒咯。本來你係80歲先要死嘅，咁你無端端我得閒無事，我就走去隨便入隨便出，咁你咪好大鑊啦，搞到啲地方亂晒龍。咁可能你只可以指定一件衫嚟到去做 ，instead of 你可以隨便去揾件衫嚟到去入落去嘅啫，係咪咁嘅意思啊？咁如果有啲咁嘅情況之下，我就唔要件衫攞，不如周圍飛好過啦，要嗰件衫嚟把鬼咩？你話係咪啦？咁唔係㗎，你要做任何嘢嘅時候，你都要一個肉體你先可以做到。咁你係一個靈魂，可能你係做唔到任何嘢嘅喎。而家我真係答你唔到，但係如果你俾我呢，我就唔需要件衫啦，因為件衫其實根本講真又重又盛，我靈魂我周圍飛都得，我飛到上太平山翻落嚟都可能2秒。同埋呢個靈魂呢，可能係唔會有痛苦咯，唔似好似我哋而家咁即係會覺得唔舒服啊，或者會有病啊咁樣。艾羅跟住講到統領地嘅本質，艾羅話統領地管理咗成個宇宙嘅1/4範圍。1/4個宇宙咁即係好大㗎咯噃。佢哋嘅職責就好似喺地球上面嘅西班牙人同埋葡萄牙人咁樣，去新嘅地方拓展新嘅地盤。但係西班牙、葡萄牙殺咗好多人喎，之後仲要懺悔。艾羅話統領地冇發生過呢啲咁嘅事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哋係無神論者。外星人冇神嘅？冇，佢哋係唔會驚任何神明，亦都唔會為自己嘅行為而感到任何後悔。咁佢哋都好恐怖下喎。恐怖唔恐怖我就覺得好難講，但係佢哋嘅道德觀念呢，就同人類就唔同。咁我哋覺得殺人係錯嘅，佢哋可能覺得只係一件普通嘅事。我諗你開始 get 到個 point 啦。好，咁仲有呢？最後艾羅提到地球嘅地理位置，統領地發現咗地球之後，發現咗呢個行星雖然係好細，但係佢嘅位置非常之重要。咁即是好似邊境嘅軍事要塞，類似係咁樣啦。於是佢哋控制咗地球，地球就成為佢哋嘅 quote to quote 所有之物啦。艾羅話銀河系其他文明都知道呢件事，除咗地球人之外。係啊，即係我哋係喺自己嘅宇宙嘅中心，其實我哋連自己係被管理嘅事實都唔知。成個銀河系都睇住我哋，得我哋自己蒙查查，好唔安心啊！真係。講到呢度呢，其實有一個好尷尬嘅情況出現。咩事呢？啲軍官呢就不停想麥太問艾羅，但係艾羅一感覺到啲問題係由旁聽席傳達嘅呢，佢就拒絕回答。哇，咁串？唔係串嘅，佢話佢嘅任務係對麥太講，唔係對軍方講。但麥太都係軍方揾嚟嘅噃。呢個就係最吊詭嘅地方啦。軍方揾麥太嚟，但係又控制唔到艾羅。咁軍方係咪好冇癮呢？何止冇癮啊！艾羅呢睇完一啲嘢，如果佢需要一啲資料嘅時候呢，佢會俾一張清單麥太，要佢第2日攞啲書本、雜誌、論文嚟。
帶書俾外星人睇，我冇聽錯嘛？冇聽錯，艾羅會利用成晚嘅時間，一晚之間學晒所有嘅資料。一晚你話幾十本書？係啊，第二日佢就可以用你嘅語言、你嘅概念解釋晒，想俾你知道你想知道嘅嘢。咁即係佢嘅學習速度係人類嘅幾百倍喎。幾百倍就可能低估咗你。諗下嗰個畫面，麥太日頭拎一沓嘢嚟俾艾羅，第二朝艾羅就話：我搞掂啦，你哋繼續。啊！呢種學習速度真係非人類，雖然佢真係唔係人。所以呢個訪問唔係記者追問外星人嘅形式，而係外星人主導，地球人跟住學。咁艾羅先係嗰個控制節奏嘅人喎。唔知大家睇到呢度又覺得點呢？我就覺得非常之震撼啦。好明顯，除咗同領地之外，仲有另外一個地方叫舊帝國嘅文明存在。兩個文明之間嘅關係究竟係乜嘢呢？敵人、盟友，定係更複雜嘅嘢呢？而艾羅所講嘅人係不死嘅現在成為者，簡單嚟講就係靈魂不滅啦。咁同我哋而家經歷嘅生老病死、輪迴轉世，會唔會有好大嘅關係呢？會唔會死亡只係離開一個身體，然後再進入另一個身體呢？仲有麥太親身經歷嘅靈魂出竅。如果有一日你突然之間發現自己都可以飛出身體，咁你會點呢？我諗我想會飛去日本食個魚生先啦。講笑話，我都想。咁你呢？我想去宇宙睇下究竟有幾大咯。咁你飛到唔知幾多年之後先啦，因為宇宙真係好鬼大。咁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先，下次繼續。好啦，咁大家請繼續收睇我哋謎團3，記得喺留言區分享你哋嘅故事，可能你嘅故事會喺下一集出現。講下你又覺得艾羅所講嘅嘢可唔可信呢？你信唔信靈魂不滅呢？仲有，你覺唔覺得星球大戰係用呢個訪問嚟去做藍本呢？留言同我哋講下。仲要記得讚好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哋嘅謎團3。如果麥太嘅靈魂出竅發生喺你身上面，你係會驚啊，定係興奮呢？咁樣嚟講就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